我任内0到6岁的孩子，国家一起帮你养的政策，一定会实施，一定会实现。就算伤你家财，也是在所不惜。前几天我说少子化是严重的国安问题，我要让年轻人敢生孩子，所以我做总统，我要让0到6岁的孩子，国家帮忙养。我讲完后，很多政治的人物都说不可能。如果我跟其他政治人物一样，我就根本不用出来选了嘛。我的前半生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。所以那些所以说我不可能做到政治人物，因为你们已经用习惯的旧思维，没有勇气去突破与创意去勇气去创新与突破。我一直有个理念：失败者找理由，成功者找方法。我再次强调，0到6岁的孩子，国家帮忙养的政策，我有信心一定可以做到。万一我提出的筹措裁员的方法不如预期，我也会为这个政策负责。也就是说，到时候筹措的裁员不够，那时候我也会用我自己的财产先拿来垫资。这也代表我有信心，我绝对可以做得到。我也再次宣誓，投资孩子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。所以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在我任内0到6岁的孩子，国家一起帮你养的政策，一定会实施，一定会实现。就算3